热唔是台湾热尔，外国嘛真热。极端气候伫全世界拢有造成灾害。欧洲南部这几天面临热浪的影响，各地气温一直升悬。西班牙、意大利、希腊纷纷发布高温的警报，其中希腊当局预告，这礼拜拜六温度有可能到摄氏45度。你无听唔对，摄氏45度。希腊政府就惊讲，这游客挡袂牢，伫首都游览的热点，每一天平均游客超过17000人的雅典卫城的边啊，派出救护车伫遐待命，随时准备救人。另外，嘛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伫现场赶紧伫遐喷水，以防止这游客潮沙昏去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